州、坪洲、南丫島升中校網改為灣仔區。頭先戴希立校長咧就話咧喺佢校長生涯裏邊校網嘅元素佔個比重係好大。嗱，我哋聽眾有咩睇法啊？有伍先生嘅意見，伍生你好。伍生你好，我咧就不嬲對校網呢樣嘢咧都有啲不以為然嘅。不以為然係嘛？係啊，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孫明揚佢以前搞地政啊嘛，跟住就走搞教育。即係呢啲校網呢啲好似同呢個地產好似好有關。不過講呢個 case 即係你話呢個咁我唔明喎，南丫島佢明明有船去呢個香港仔嘅喎。咁點解又咁嗰啲學生如果照佢咁樣，雖然啲船喺度疏啲咁樣，但係佢你返學時間就係梗咗噶嘛？咁你點解又唔俾人哋揀南區？因為嗱，如果從遠近嚟講咧，呢啲咁嘅島咧，去好多個區都遠噶啦。咁你既然俾人揀得灣仔，點解又唔俾人揀中西區咧？明明喺呢個 IFC 即係碼頭啊嘛，即係嗰個港外線碼頭，一上去最近肯定就係中半山噶啦，咩高主教嗰啲住處，嗰啲係最近噶。咁點解唔係咁樣咧？點解係要搞呢個灣仔？另外一樣我覺得好唔理解嘅咧，就係明明話長洲都有一定嘅人口啊，點解一定要殺咗間中學咧？你可以俾佢細啲，一間校舍啊，你政府搞到起到咁大，全世界啊嗰啲小學都係細過香港一半㗎，即係香港嗰啲咁嘅起到咁大，等啲小學咧或者中學咧，人哋好少有得揀，咁窮嘅人咧就要花好長時間去交通。好啦，咁你呢個中學嘅話喺長洲嚟講，你可以留翻一兩班都冇問題㗎。你話太細啦咁你咪建咗外邊一間學校嘅附屬中學咯。咁你其他嘅校舍可以一部分拎嚟俾啲細路仔嘅一個教育康樂都得㗎。呢個校舍唔係一定要霸住晒全部都學校㗎嘛。即係點解教育局其實呢啲咁嘅惡習咧？我覺得即係。喺呢度咧已經造成細路仔咧一個好唔正確嘅思想啊，培養啲人好錯嘅呢個諗法，投機啊、轉空子嘅諗法，呢個真係一個好差嘅一個教育。所以我好理解你所講嘅不以為然，所知為何？唔係佢不以為然嘅意思，即係話咧，即係覺得教育局做得唔好啫。係咯，我明佢意思啊嚇。好多謝伍先生嘅意見嚇。咁按照呢個4月嘅時候嘅資料咧，就全港114間傳統英中嘅學額嘅統計呢，原來咧以分區嚟計算咧，英中學額最少嘅就係離島同埋南區嘅競爭最為激烈。頭先伍先生就做咩點唔俾人去南區嗰度咧？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因素啊。關於呢個學校網嗰個轉移嘅問題咧，其實我哋有問過教育局嘅，教育局嘅講法就話咧，喺檢視個離島區各個小學嘅升中學校網嘅時候咧，就主要考慮嘅因素包括學生嘅交通時間同埋成本、相關地區嘅學校選擇數目同埋中一學位嘅供求情況、過往中一派位嘅相關數據等等。喺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同埋各個持份者嘅意見，同埋諮詢咗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之後呢，教育局就決定由2026年呢個年度中一派位起呢，將位於長洲、坪洲同埋南丫島5所小學嘅中一派位升中學校網，由原屬新界第9網，即係離島區，調整到香港嘅第2網，即係灣仔區。咁教育局咧已經喺12月19號咧俾咗通知有關小學上述學校網嘅調整嘅安排㗎啦。係，即係都考慮咗好多方面嘅，即係咁樣。咁佢當然啦，教育局嘅講法就話以學生嘅福祉作為優先嘅考慮嚇。咁呢個大家都咁講啦，梗係學生嘅福祉啊。係啊，呢個係緊要㗎。咁至於佢究竟係灣仔區好嘅、中西區好呢啲問題咧，你留翻歷史先有證明得到啦。都唔使歷史，頭先我哋咪引述咗有校長嘅睇法，有家長嘅睇法啦。係。當今嘅人都已經知有佢嘅睇法。係，冇錯。咁剛才聽咗伍先生就對呢啲校網呢個概念係不以為然。我相信都唔少人有伍先生個睇法嘅。接住有新聞報告啊。